林县政府甲岛南火车头的仓库打造做青年创业的基地，今仔日正式来启用，嘛期待日后串联着岛内、虎尾甲古坑的商圈，来打造着森林的观光区。 岛南青年创业基地今仔日正式启用，有真侪民众拢想要好花来食。把这边的产品聚在一起，觉得很棒，大家可以来。在地产业甲地方的文创拢伫这个所在，青年在这边发挥。 云林县政府2019年动工改造7到11号等5间火车头的仓库，其中7、8号仓库是设计做青年创业基地，今麦有10个青年店家免钱来进驻。我们就觉得说，在这个疫情冲击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参加这个计划，可以帮助我们在疫情的部分有很多的加分。期待以后佫会当串联岛内虎尾古坑商圈，打造森林观光的重点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